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性案資料第19個視頻介紹歌手謝霆鋒，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謝霆鋒出世於中國香港，係一位多才多藝嘅華語流行樂男歌手、演員、詞曲作者同商人。佢生平可概括如下：佢嘅早年經歷，出世於演藝世家。爸爸係謝賢，阿媽係狄波拉。2歲幾開始拍廣告，1987年隨父母移居加拿大。1993年開始學習打鼓。1994年拜師學音樂。1996年正式出道演藝事業。1997年發行首張片《My Attitude》，獲得多個獎項。1998年憑電影《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》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。2000年首登春晚，並舉行個人演唱會。2002年係頂包案暫別娛樂圈。2003年復出後再度紅遍樂壇。2010至2011年憑《10月圍城》同《線人》獲得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同最佳男配角獎，成為金像獎嘅滿貫得主。2014年開始製作嘢食節目12條風味。2021年主演動作片《怒火重案》。佢嘅商業成就：2003年成立KIO招停公司，進軍特效市場同其他行業，投資房產同媒體。佢嘅個人生活與王菲同張柏芝嘅感情生活廣受關心，育有2子，並熱衷慈善事業。謝霆鋒嘅多重身份同成就，令佢成為華語娛樂圈重要人物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ddit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謝霆鋒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